大家平安，平安。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寻求神的同在，在我们人生的旅程当中可能不是那么顺遂的时候，如何来寻求一个帮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寻求它。充满我，主圣灵，解我干渴的灵，充满我，主圣灵，就是我的完全。主充满我，充满我，主圣灵，解我干渴的灵，充满我，主圣灵，就是我的完全。我们请姐妹来，弟兄来祷告，一起来。解我干渴的灵，充满我，主圣灵，就是我的完。请弟兄来，姐妹来祷告。充满我，主圣灵，解我干渴的灵，充满我，主圣灵，就是我的完全。我们一起来求主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主圣灵，解我干渴心灵，充满我，主圣灵，就是我的完全。感谢主哦，主应许他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这是要陪伴我们，不论是在高山或是低谷，我们走过，我们依靠过，你才知道。所以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可以来到这边，不管是线上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现场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用神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
就必从主面前来到。感谢主，当我们认识到这位主是怎样的尊大，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所以你面对你的困境，你才不会绝望，才不会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哦。所以我们看到这位上主，从刚才经文说他是尊大的，他是全能的，他是荣耀的。我们一起来念好吧？他是尊大、全能、荣耀、强盛、威严、赦罪、掌管万有的神。他是给人丰富、尊荣及强盛。等一下你在祷告的时候，主啊，既然你是这样，我要，因为我是你的子民。如果有什么样的拦阻，求主来撤除去、挪开，或者涂抹这些的过犯，因为主是怜悯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开你的口，我们来感谢、来赞美这位尊大、全能、掌管万有的神，将一切丰富要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这位神。我们开口来感谢、赞美他。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尊荣、全能、掌管万有、有丰盛、有慈爱、有怜悯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何等的卑微，竟然蒙你悦纳；何等的卑微，竟然蒙你来拯救。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你的眼中都是宝贝，都是你的同人。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荣耀、尊荣你的圣名。掌管万有、至尊至大、丰富荣耀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谢谢主，因为你所赐的生命是看为最宝贵，但是人因着自己的罪迷失了，离开了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把我们挽回带到神的面前。愿主来赐福，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的全能，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困境当中不致失望。我们面对我们崎岖的道路，我们才不会跌倒。谢谢主，靠着主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靠着主的宝血涂抹我们的过犯。谢谢主，再一次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愿你继续将你荣耀丰富赏赐在我们当中。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需要医治吗？需要被释放吗？需要得自由吗？我们都很需要。可因为一个人一句话，一个表情，我们伤心、玻璃心哦。我们恳求主透过他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来，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是义人吗？称义的人吗？如果是，这些都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可以得着解决，可以得着恢复，可以得着医治跟释放。现代的疫情或者是环境会带给我们好多的冲击、不安，或者是一些的困境。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特别让我们面对这个全能掌管万有的神，他是你身心灵的主，所以你可以邀请他在你的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做你的主。这样我们才不会做不了主的时候，又不知道在六神无主的当中，神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做主。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你可以站立起来，或者坐着，你用你的手触摸在你需要医治的，或者是你的心。我们来祷告，过去破碎的、伤心的，或者是有一些的失落的，恳求神来恢复。
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如果你有需要，就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来是让我们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因为你定义将你的丰富荣耀赏赐给敬畏你的人。一人在你的面前可以站立得住，可以领受你的同在。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当我们开我们的口，当我们敞开我们的心，邀请你在我们灵、思想、情感、意志、身体做主的时候，开我们的口的时候，那赞美的声音、祈求的声音上达天听，就会蒙你悦纳，蒙你垂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愿意垂怜我们、听我们祷告的神。你不止至高至大，你也降卑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可以亲近你，让我们可以邀请你在我们的全人来掌权。我们灵接触错误的这些的灵界，就带给我们思想、情感、意志的破坏、影响、捆绑。我们需要主来恢复我们身心灵的自由。你所赐的圣灵在哪里，我们就要得着自由。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要成为一个自由之子。谢谢主耶稣，让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祷告的管道，能够领受你的医治、释放跟你的供应。你知道我们的缺乏，但是你是那赏后世百物美物的我们的牧者。求你再次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让我们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感谢，将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再给我们，在我们当中充满，更加充满。这是你的心意，因为你定义让你的子民过的是丰盛的生命。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最后，我们来为主日来守望来祷告特别是我们线上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能够专心不受搅扰，我们专心的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一起用主的话来宣告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要祷告合乎上帝的心意。是祷告你的，还是祷告神要的？我们看哈拿的祷告，虽然有一些想要，自己想要，但是他却在祷告当中知道上帝要。所以弟兄姐妹，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的优先顺序搞对了转对了神就赐福。所以我们要为了个人跟他有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每一次来到这边，我们第一个就是为这个灵对了，管道对了，一切都对我们本日的一些的训练 ，Special Agape 夏令营，这些年轻人，这些同工们忙了1个礼拜。看到这些孩子虽然今年疫情影响不多，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可以跟家长，我们可以跟这些爷爷奶奶互动，其实知道他们生命的需要。我们特别透过这一些的训练，真的呼吁弟兄姐妹，如果你需要传福音，你就需要装备你需要被装备。你才能知道怎么样去带领他们来到主的面前，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灵修的列车，我们也为着牧区在牧养当中这些第一线的弟兄姐妹、区长、小组长很辛苦，但求上帝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肠，为父为母的心肠。看见这些组员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者，就怜悯他们，好不好？我们要一起站立一起站立，我们来为主日来守望，特别为牧师来祷告让牧师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借着圣灵来扎心感动，让我们知道回应神的同在跟神的恩典。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复活主，
你是胜过死亡权势的主，所以你才能够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才可以带给我们在绝望当中为我们寻求一条出路，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在你里面，你已经把那个隔阂打开了，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的感动，坦然无惧来到主圣的宝座面前，能够同得福的好处。谢谢主，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守望，让我们在为着在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座位来祷告、来祝福，为着我们的心能够敞开，能够领受神你的话，神你的话来扎我们的心，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像哈拿一样经历，我们可以像这些敬虔的人经历。谢谢主，因为你的话也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能够大大张口来寻求你，也能够来寻求你的同在，寻求那赐福的源头，源源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来浇灌、来充满。谢谢主，我们要同心合意的用主你教导我们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用你微笑的双眼彼此问候一下，早安。耶和华是我的主，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去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你不知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以喜乐心来唱。耶和华是我的主，你不知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去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你盾牌，是我的荣耀，就是叫我抬起头的神。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领袖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拍掌，将献荣耀归我们至高的全能神。哈利路亚。
弟兄姐妹，神已经听见了你的呼求，他也明白我们的渴望。我们理当放下重担，脱去我们一切的残累，因为神要恢复我们荣美的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有把握来唱。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你的重担吧，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的神，创造万物的主，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灵力，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然后耶和华以重新的力展翅上腾，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他主持你荣耀宝座。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潮。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了，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残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永在地上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是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能活耶和华以重新的力。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和风暴，单单主是你荣耀宝座。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领受神的恩膏和大能，活出美好自由的风潮。如鹰展翅上腾，展翅上腾，翱
万有都属于你，归于你，也都归向你。愿荣耀都归给你，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靠着耶稣得胜。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在你爱里，我要宣告。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众子神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我，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是你带领着我的生。是的，主，是你带领我们得胜仇敌，得胜死亡的权势，得胜我们的困境，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谢谢主。原本我们看死亡好像是结束，但是因着你的死亡，成为我们复活的盼望。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看似刑罚，但却是代替了我们刑罚。你成就了上帝的心意，满足了上帝的公义，也满足了上帝怜悯慈爱的心。主，我们靠着你，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我们凡事都能。主，你的话语说凡事，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面对好多的困境，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不晓得。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明白我们如何靠着你，我们面对我们的困境，靠着你，你所给我们的力量，你所给我们的心意，是不是我们祷告错了？是不是我们没有耐心？好多的是不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谢谢主，借着你的话语，开启我们心窍，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着自由。谢谢主，我们邀请主圣灵来充满我们，开我们属灵的耳朵，开我们的眼睛，看见我们可以靠着你的爱，靠着你的同在，胜过目前可能你知道我们所碰到的这些的困境。谢谢主，好多的谢谢，真的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同在。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要来看今天周报的消息。感谢主哦，我们看到在每一天的这些确诊的人数渐渐在下降哦。那我们弟兄姐妹你也可以慢慢下降回来哈。那在我们的礼拜当中，一起来经历神的那种实体就是不一样了哦。那我们都有全面的消毒，我们买了消毒公司专业的这些的药这一些的消毒剂来就是我们有聚会，我们之后就会清消，所以你们可以安心回来哦。好，那其他的这一些的聚会在我们周报里面，请自己来看，或者是我们的电子周报。如果你下载我的教会 APP， 上面有好多迦南之声，我们的电子周报，我们的讲道都有哦。那感谢主，我不知道我们进来教会，从走廊一直走进来，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了哦，感谢主。但是我们要用无限的思维来看，因为可能有一些跟你所过去想象不一样哦。那我们预计在周一开始，这些干事就会下降就回到1楼哈。那未来有一些的这一些的改变希望我们一起来经历哈。那我们下主日会有长子会请这些长子们，你所负责的事工准时来提出你的报告。在7月22号之前，如果真的无法参加，提前来跟牧师请假，2个月才一次尽量不要请假今天开始到10月16，我们要开始领袖的列车。这一次的训练是要帮助我们如何在对这些慕道的朋友，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遇见神，带领他们所以很受用的。那我鼓励弟兄姐妹一起来参加不是只有这些的领袖们。如果你受洗在本教会已经参与委身你可以一起来接受装备。我们传道部定于这个礼拜6我们在家有爱的诗歌分享布道会，就在我们门口这样刚好装潢好那这边会透过诗歌分享，那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其实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上帝说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带到他的面前诸般就是多元，都是各样的方法所以我们教会我们看到从儿童一直到年长者，我们有好多不一样的方式，就是要得着人来到他的面前。那教会的线上系统、奉献系统可以方便我们。那在明年开始，如果你有签署那个
授权哦，明年你报税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连到国税局哦，那更方便，你不用拿到那个纸本的啊那个，然后万一丢掉了还要补发或是怎样，很麻烦。好，所以我们可以透过这一些的奉献的方式，弟兄姐妹，牧师经历了好多这一些神好几倍的祝福，一起来经历哦，不要只是牧师自己在享受，自己在经历哦。那懂得这样的一个蒙福的管道，你去试试看。只有圣经马拉基书3章10节那边后面说，你试试我，试试我会不会敞开天上府库，请福于你。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什么？他的美善哦。所以我们一起来经历，不要让这些的丰富，那这些的赐福从你的旁边走过去哈。这个礼拜2啊，我们有再一次邀请巴正老师啊来讲冲突管理术。你可以透过 Google Meet 啊一起来学习，特别是我们这些的组长们在带领这个小组的时候，你知道啊，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情绪哦，所以当一个领袖了，怎么样去排解很重要哦。所以我们你如果委身在本教会会友，我们可以一起来观看。那这个礼拜天我们延续的夏令营，我们有一个 special 的阿嘎贝，我们看到这些孩子哦，我每一天问不同的孩子你来这边快乐吗？这几天快乐吗？他说很快乐哦。家长也反映哇，他回去一直在唱什么耶稣蜜或是什么这些的诗歌其实已经把福音的种子种在他的心田里面哦。好，所以过去我们配合这个夏令营，我们有暂停这个得福感谢主，7月18我们礼拜1恢复了，所以这些长者们可以出来一起来参加。其他的我们自己来看。这几天牧师休假如果有什么事可以找我们2位牧师那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在今天的金句撒母耳记上2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2遍，一起来。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撒母耳记上2章1节，再一次。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撒母耳记上2章1节。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领受祝福了吗？我们预备心来奉献，领受上帝要在基督耶稣里面那充满荣耀丰富的资源，要向下充满在给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一起来领受，用这首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神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侧翼的刚强，英雄侧翼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弟兄姐妹，在此来宣告说：如今软
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福的人。我们感谢你的救赎，让我们得着天国的盼望。主啊，你把生命气息和世界万物赐给我们，让我们繁衍生息。你更把普世救赎和天国的永恒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你同在。主，求你加增我们力量，为圣工奔跑。求你赋予我们属天的智慧，让我们管理好你给我们的托付，让我们在你的美好祝福上有份。现在我们要献上时间、才能和金钱为圣工所用，求主悦纳。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阿们。坐下前彼此来祝说：你是主赐福的生命赢家，你是主赐福的生命赢家，你是主赐福的生命赢家，请坐。生命的赢家应该是怎样的思维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要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2章1到10节。弟兄姐妹，线上弟兄姐妹，我邀请大家开口一起来读。哈娜祷告说：上主使我心里充满喜乐，上主使我抬得起头，我向敌人发笑，因上帝帮助我，使我快乐。唯有上主神圣，除他以外没有圣者。我们的上帝是唯一的保护者。你们不要再发狂傲的声音，你们不要再说狂妄的话语，因上主是洞悉一切的上帝，他审断人的行为。勇士的弓折断，软弱的人变为强壮，富足的人反为食物劳碌。饥饿的人不再饥饿，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多产的母亲丧尽了子女。上主能使人死，也能使人活，他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再回来。他使一些人贫穷，一些人富足，他使一些人卑微，一些人尊贵。他从灰尘中提升穷苦人，他从粪堆里抬举贫困人。他使他们做王子的友伴，使他们得荣耀光彩。地的根基是上主所立，他在上面建立的世界。上主看顾忠信子民的脚步，邪恶的人要在黑暗中消失。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取胜，上主要除灭自己的仇敌，他要从天上击他们。上主要审判全世界，他要赐能力给他所立的王，使自己选立的君王昂首凯旋。愿主的话来帮助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人生的赛局。弟兄姐妹，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好些看似输看似赢，但是我们看到这些都不是终点。过去年奥运我们知道我们大家都为了这些的选手在拼命的加油。我们知道世界的球后戴资颖虽然现在落居第几第2，哇！我们弟兄姐妹有要关注了哈。那第1好像是日本的那个什么茜这样那我们看到做球后没有永久起起伏伏，不是你输就是我赢。那最近在世界羽球这个联盟所举办的 BWF， 就是这个超级500的大马大赛那其实在最近7月9号完之后，就是在新加坡。那过不了多久会回到台北有一个羽球的公开赛。那在7月9号进入到各组的4强我们所谓的台湾一姐戴资颖
那他再次碰到他的强敌，就是中国的谁啊？如果你有关注那个陈宇辉最终以13-21、21-23直落2，怎样？失败那他无缘抢下这个冠军的门票。那其实过去这个戴资颖跟这个陈宇辉中国的好手陈宇辉交度有交手过22次了那其实戴资颖他取得了17次的胜利嘞。但是我们看到比赛就是这样，无输无赢了，有输有赢在我们看到之前今年已经3度的交锋那这个小戴曾经在泰国、印尼都是赢家，但是在大马这一场比赛输家。那在新加坡最近的新加坡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当中，他因伤退赛他退赛是为了怎样？预备好赶快疗伤，然后预备要在自己的家里怎样？台北的这样的一个比赛赢得怎样？赢得冠军那其实这些的赛局都不是你我，不是他自己可以掌握的。特别是在东京奥运的时候输了结果他心有不甘但是他的父亲就讲说，比赛嘛，有输有赢才怎样，才精彩所以这表示说，人生没有一直赢的但是到生命的后面，你可不可以成为赢家，这个是最重要输赢还是赢输这个是很重要。我记得有一个长辈牧者的长辈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怎样？人生的赛局当中输赢不让赢输所以我们透过今天这个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个他面对好像输了他的这样的人生的赛局，在以利加拿这个家里面有2个女人的赛局，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就看到了这2个女人在竞争，在丈夫的面前要得着什么这样的一个宠爱那当时候就是谁能够拥有儿女，谁就被这样的一个宠爱。但是奇怪不一样嘞，这个哈拿她没有但是她的丈夫还是比较宠爱她，但是她心里还是很难过，她还是受到对头便尼拿的这样的一个羞辱。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她借着不住的祷告，上个礼拜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我们看到哈拿不住的祷告，对，她没有放弃，没有因为好几年了她没有办法生育，她就绝望了。而她透过她在祷告当中，让她的人生赛局2个女人的比赛的当中，她反败为胜。如果你去看经文第2章的21节讲到什么，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那个结果是怎样。不是只有撒母耳，上帝从死无变有，从死亡好像子宫没有办法生育的这样把它打开。所以这一首诗歌颂歌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2章1到10节，这是很有名的颂歌之一那哈拿之歌就在认识他对这位神，他怎么经历，有没有困境？有没有失败？在他人生赛局有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日后，就是他带着这个撒母耳年幼的撒母耳回到圣殿，然后来还愿的时候，真的向他所祷告祈求，他跟上主讲说什么？哎呀，如果你给我这一个孩子，我将要怎样？献给你。完全的献给你，不是献1年2年，是完全的。所以真的从幼童就把他留在圣殿里面，让以利祭司来教导。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他透过他的祷告倾心吐意，
他将他的难处告诉这位上帝。结果我们知道上个礼拜讲的，被祭司以利怎样误会什么？哎呀，你这一大早就在喝酒醉嘛，他心里都很难过了，然后又要被宗教领袖这样误解，他更难过。但他没有因为这样难过就不祷告，他还是不断的祷告。还有他回应了以利说：“我不是喝醉酒，我是心里难过。”所以将他内在的苦楚告诉以利。结果呢，以利总算讲对了一句话吧：“你可以怎样平平安安的这样回去。”就因为这句话，就因为这一句神透过以利来祝福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他怎么能够平安？他之前怎么能够平安？对头3番2次就怎样讥笑他、羞辱他、激怒他，对不对？所以激到他最后怎样？可能有一点忧郁，睡不着，吃不下。上个礼拜祷告完，听了上帝的，借着他的仆人所说的话，结果他回去了怎样？有没有吃饭？睡得着吗？这样身体才会好吗？不然怎么生孩子，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很有趣，如果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其实心情很重要，想法很重要。所以我们要一起来看，越看是越有趣。越看你从不同的角度，加上我们牧者透过迦南之声，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在我们的人生赛局在这样有限或是无限的赛局当中，你是怎么去面对你人生的赛局？哈拿之歌可以说是在整个犹太历史很著名的一首诗歌。那其实不是只有颂赞上帝，如果我们好好的去观察、听这首颂歌里面的内容，你就可以知道说，它不只是关乎整个犹太的救恩历史它还关乎了什么？关乎了整个人类未来灵命救赎的一个命运。怎么样去翻转？怎么样去扭转我们的未来？从一个没有王、生不出来，借着这一个生出来，成为上帝所用，然后呢，翻转从士师一直到什么君王的时代。透过君王的时代，上帝透过他的哈拿颂赞之歌，开启了一个未来救恩的延续。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好好去看，透过君王为什么要透过这样君王，然后大卫的后裔，然后产生了耶稣基督。上次我们已经有讲过了，从路得记、家谱延续到什么？俄贝德延续到马太第1章，对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家谱。透过了这一些外邦的女子，透过在人眼中看为卑微的，上帝给他们有救恩，参与在救恩计划里面很重要的人物。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好像卑微，上帝也要透过你，在整个救恩的计划延续到今天，上帝可以透过你，在整个人生有限的赛局当中，因着你延续了无限，一直到成为生命的赢家，也能够祝福你成为别人生命的这样的一个，他可以成为生命的赢家的一个管道。大卫就是这样，撒母耳就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关键的人物，都是上帝把它放在整个救恩的计划管道里面一份子。你我也是一样。上个礼拜有一个姐妹就进来教会，她想了解教会，她需要这个信仰，所以我就跟她聊一聊。2年的时间可以周6晚上有这个聚会，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合适的时间。我们现在教会有好几场，对不对？选择你合适的时间。
结果昨天晚上我们的黄牧就告诉我，牧师，那个是你引导，然后呢，我突然忘记了，你知道，因为太多了哈。后来今天早上，对哈，就是那一个哈，那一个头发短短那一个哈，那个黄牧师说，对，感谢主。有人是因为自己走进来，有人接待，刚好我在楼下，在看这些的装潢啊怎样哦，所以刚好他走进来。就跟他聊，所以在这过程当中，祝福他，他真的也来，他来寻求他人生的一个支持，人生的盼望，人生的助力。我不晓得，我不认识他，但是上帝认识他。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神都明了，都了解。那它可以翻转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整个过程，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每一次一起来认识，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刚才我在拍照的时候，刘牧师说：“这面侧面一点会比较好看，对不对？是吗？”怎么都没有回应哈？其实用不同的角度你来看一件事情是绝对不一样。等一下我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用我们的有限思维眼光，我们看的可能是短暂，或者是你可以看到比较长远，这会影响到我们的未来。所以如果你对这位神有更多的了解，哈拿就是这样，他没有只看到眼前，他看到这位神是能够改变他命运的这位上主，所以在他的祷告里面就不一样。如果你不认识这位上主，你会被局限在言语上、短视，或是你觉得上帝可能只能够做到这边。但是圣经讲的耶稣死人复活怎样神迹奇事，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那是圣经在讲。我呢，可以吗？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要如何从整个人生的赛局当中延续到无限的赛局，然后成为生命的赢家，这个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标。有输有赢，可能这一场你输了又怎样？输了又怎样？哈拿输了又怎样？上帝在里面有好的计划，你知道吗？在输的过程当中，可能让你认识到这位上帝。好多人是因为输了、败了那一场，所以他来寻求上帝，认识上帝，结果最后他在他人生的失败的赛局当中，他认识到这位使人能够得着生命赢家的这位神。所以我们在人生赛局有好多的盲点，这盲点其实从我们的想法开始如果我们以有限的思维来参赛，来走这场人生的战局，可能你会有很多这些的阻碍、限制，可能让你进退两难。你觉得应该要这样，或是应该要那样。你知道美国，上次我们提到美国为什么会失掉这个越南这场战争？他是用面对有限的赛局来想要结束这样的一个战争，所以呢，他派出很多的人力，他就是要打赢这场战争。美国他的作战是为了要做什么？胜利取胜。但是对北越他这些的军民来讲，他是为了什么？为了生存而战。一场是为了要我就赢得这个，因为我是去帮助的。但是对北越的人民来讲，我是为了要生存的，所以我要奋力的，我要持续的。一个只能看到眼前，我打完我就回家。但一个是怎样？我要为了生存，我要为了我的性命，我要来征战，你知道？我要这样来征战，所以当然。一个是要打持久性的，那一个是赶快打，赶快回家嘛，对不对？所以最后呢，我们看到什么？最后我们看到美国的国内人民就反弹了，对不对？
开始啊不支持，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子弟送去那边死哦。但是对越南这些北越的居民来讲，我们是保家卫国，我们是要生存，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美国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而是耗尽或者是所有的资源，或者是失去这些的意志，所以他们无法打下去，不然他们应该会赢。但是就是因为想法，因为以有限的思维想法来参赛的话，就会失掉这一场的赛局。哈拿的对头毕尼拿，毕尼拿他可能认为上帝使哈拿不能够生育，所以他的眼光只放在这边，三番两次羞辱、激怒。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用有限的思维，那在毕尼拿的眼光来看，我们如果用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是属灵的无知。他只在乎眼前的胜败。你看，我可以生，你不可以。你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因为这样的有限的思维，让你我没有办法正确的判断。所以开始论断，你看他就是因为怎样，所以神处罚他。他碰到这苦难，弟兄姐妹，所以我们不要很快的下定论，去论断。神在每一件的事情上面有他特别的心意。他这场病，他碰到这个失败，可能都有神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他的里面。但人如果只透过苦难来看这位神，你会看到只是陷入自爱自怜或是苦毒里面。如果你是透过神来看这场灾难、这场失败，看的就不一样。在上帝看这场的不能够生，跟毕尼拿看的不一样。为什么？他就看你，因为你犯罪，因为你怎样，所以就激怒他。但是对上帝来讲，从上帝的眼光来看哈拿，这是要让他借着这样更来寻求这位上帝。所以祷告的重心才会从自己有限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来转移到上帝所要的，明白吗？如果哈拿只想要孩子，他可能主啊，给我一个孩子，除去我的羞辱。但是他的眼光放在什么？主啊，如果你是给我一个孩子，我就把他献给你。你知道这个是转变整个以色列历史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吗？所有上帝透过这样不能，但是因为他的介入，使整个事件，使整个救恩的计划越来越明显。所以最后我们看到，透过撒母耳这个原本不存在的，因为哈拿用神的思维来看他的难处，然后他竟然经历了翻转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正祷告，但是还不能够经历的时候，不是论断，而是怎么样？用爱心支持，继续来鼓励他。这些的云彩的见证人，就是要帮助我们，不要放弃，继续走，继续祷告，不住的祷告。最近我们在开始49号大概这1-2天是完成。你走进来会很漂亮，但是刚开始我在看这个天花板，如果用我的思维，因为当时候说要工业风，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天花板，过去好多米老鼠在上面赛局赛跑。你们知道吗？这些全职的同工，特别是这些女生吓的这样又有声音就开始吓那拆掉了。用不同思维，刚开始我看，那个怎么没有补起来？那个怎么没有补起来？但是我试着叫年轻人来，年轻人，你来看一看，你觉得怎样？可以接受吗？
可以啊，有的店都故意用这样，你知道吗？把我的思维稍微转一下，所以我就跟设计师讲，这个稍微就好，稍微。那其他这个，昨天有位长老同工也进来，我说你跟我之前的思维是一样，但是我看到这些年轻人如何吸引他们，把他们可以进来。所以在夏令营的时候，我就找一些年轻人来，你来看，你进来，你觉得怎样？连隔壁三井的店长，你来看，里长你来看，不像教会。我说感谢主，如果人愿意进来，不会受到这样的一个思维所限制，就对了。阿们吗？所以刚开始我会觉得啊，这里怎么这样，那里怎么这样，好像不是很完美。神从他的眼光来看不一样，你看到只是这里，还是看到是人可以进来？你知道人生的赛局短暂啊。我在想说，毕尼拿他刚开始很得意啊，你看你不可以，我可以，但是哦，人讲啊段。要拜伯啊，是啊。所以如果你去看2章21节，最后上主给哈拿生了多少个？总共生了多少个？没看，7个，7个。跟你旁边说7个。我们看这个一个都没有苦苦的哀求。然后他愿意完全的献上，结果呢，神给他更多。他愿意奉献，神给他怎样？更多，更多，比你拿还多。所以啊，人生的赛局有时候快乐很短暂。借用那个刘牧师讲，快乐就是什么？你们都忘记他所讲的吗？快快不热，跟你的讲旁边讲说快快不热。如果有神的同在，那个喜乐才是永久，知道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毕尼拿跟哈拿代表2种不同完全的生活形态啊。这2种形态带来不同的结局，一个不祷告，一个是不住的祷告。一个好像觉得他有不需要神，一个是我没有，我更需要神。所以弟兄姐妹，哈拿没有盼望，没有这样的未来，没有被羞辱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他处在这样的一个赛局的困境里面，难处。但是他知道有一位神可以翻转，可以帮助他，所以一起来念：上主赐福哈娜，他又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小撒母耳侍奉上主，日渐长大，因为他的奉献。因为他的祷告，因为他的奉献，神多而又多的加给他，所以他总共几个儿子？4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不知道有没有少1个了，这样。所以他在讲说，不育的妻子生了7个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过程当中，你看到什么？好像觉得有，但是快快不热。所以我们好像赢得这场，但是很快就失去了快乐，因为他又超越我。哎呀，诚意我又打败戴之颖，输赢，谁能够长久？所以有限的赛局结束没有未来性，为什么？就这样，人生结束就没有了吗？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企业，它着眼在短期的这样的一个成果，所以经常采取我数字可以达到我的目标。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弟兄姐妹，过去有用过，我对电子产品是蛮有兴趣的。这个 Zoom 是微软它所设计出来的所谓的可稀式媒体播放器，过去很流行，对不对？然后后来这个
苹果就出了 iPod，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拥有过？我们黄牧跟得上时代了哈。我们以前爱华、Walkman 这些老一辈的还记得吗？随身听，我们就觉得好棒，对不对？现在哇，可惜式的这个播放器出来，哇，更炫，对不对？但是没几年，我们知道什么出现？我也算苹果迷，然后一出来我就有。现在到几？听说14要出来，14还没有出来，我在等。因为它变化很快，但是弟兄姐妹追不完了，追不完了。它14出来，15、16，但是你知道这个出来取代了什么？取代了什么？那个 iPod 这个都停产的了。影音携带，现在一只手机你要什么？然后戴个耳机 AirPod， 你就可以享受好像在家里面那种音响的效果，不是吗？你可以好像看电影，但是我看现代人，如果照以前的想法，怎么这个世界那么多疯子？为什么？如果你没有看到他的耳机，他的头发遮盖起来，然后他边走，你知道吗？如果是常常在过去那种思维，你会发觉这个世界怎么变得那么多的笑？自言自语，我们常常碰到，对不对？可能有时候我们是这样，然后别人就看了一下，然后你就小声一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能陷入在这样的思维当中。追不完。刚才那 iPod 停产了，有一天，你有没有想象说这一些会不会停？会不会？科幻影片看太多了，你就会。对，电视可能没有了，可能就要讲3D、4D、5D， 什么 D， 我们不晓得，追不完。但有一天，这一些都会结束。你知道吗？当这个微软出这个 Room 出来的时候，他觉得哇，我可以抢这个很多的市占率。但是呢，当这个苹果这个 iPod 出来的时候，击败了它，它市占率9%，但是苹果后来是78%。所以我们看到后来这个 Room 就停产了。本来这个微软的执行长这个鲍尔默他说他信誓旦旦，我一定可以打败这个苹果，因为他不成气候。谁晓得现在十几亿，大部分的人都拿什么 iPhone，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思维被打破。他为了短期的数字利益、短期的获利，他没有想到未来性。但是有一些的企业，他就想到了未来性。毕尼拿他看到只是眼前他的获利、他的得胜，但是我们看到哈拿，他看到的是未来性，他看到的是这位神，他如何跟这位神连结，然后他把要生的这个孩子献给神。既然我们看到用不一样的思维，然后连接到未来。既然让神使用这个孩子在整个未来性这个拯救的计划当中参与，这个是毕尼拿想不到的，这可能是鲍尔默想不到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盲点被打开，就好像我们帕子被打开，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位可以影响到人生赛局的这位上帝哦。如果以无限的思维来看这场赛局，你就会看到哈拿他因为他的祷告改变了、翻转了他的未来的命运，从无到有。他认识到这位神是怎样，他认识到这位神是仁慈怜悯的创造者，是使无变有的，所以他祷告才可以这样祷告。不然他如果用人有限的思维，他说我祷告不下去了，不可能啊！啊，无啊生囝安怎？真拼的，
不是吗？弟兄姐妹，很多事情是被翻转过来的。我们看这一节就是这样，富足的反而要怎样？有人请客才有的吃。我们的思维因为神被打破了，饥饿的人不再饥饿，不育人不再不育。所以作者用对比的方式来看，是因为有这位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介入。所以你不要只用那有限思维，在那种不可能、不行。第二个，我们要看认识哈拿，透过他的颂歌，我们来认识什么？这位知识、智慧的源头、根源。我们一起来念来：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口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有知识的上帝，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哈拿他用他的无限思维来看这位上帝，看这位上帝没有被限制，他看这位上帝是创造万有，使无变有，是一切知识智慧的源头。还有呢，他是掌管万有，所以没有的他都可以提供，他可以翻转，让人认为有的变为没有，认为卑贱的可以成为有。我们看他在他的过程当中，他体验到这位上帝是体察民意的，是知道人的需要的这位神。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认为吗？所以耶稣已经将祷告交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怎样？今日赐给我们。除了今日的饮食之外，神也让那个生命赐下在我们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不能的过程当中，他领受了上帝的产业，但是我也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他很拼命的祷告，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不能够领受这样的产业。主权在于神，我们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我们要相信后世百物的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给你。这个就是哈拿的祷告，哈拿的颂歌，因为他用无限思维来取代有限的思维，所以他祷告就不会被限制，不能、不可能、不可能。所以最终我们看到他成为这样赛局的生命赢家。所以在2章的21节，我们看到上帝再多赐福给他。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神又给他儿女，他把所爱的献上。但是我们看到神给他连接到这样救恩的管道。神要让这种生命不是只有到死之后就结束，上帝要让你的生命是一直延续到永恒。所以连接这样的救恩，连接到耶稣基督，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延续是可以直到永恒，不然要耶稣干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是要告诉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成为永恒的生命赢家。特别是针对这些还没有受洗的弟兄姐妹，神为你预备好，差一步，临门一脚，就是你自己的信心。上个礼拜我讲到倪匡，就是因为有人陪伴，有人在祷告当中支持他，你我也能够成为这些人的一个支持哦。他缺你的临门一脚，他缺你的一句关怀，他缺你一个祷告。有弟兄姐妹说，牧师，这个姐妹差临门一脚，我们最近要办一个活动，亲子活动，你可不可以参加？我说可以。大家一起来，透过这一些的互动、关心，前面的撒种，我们也看到他们灵命已经预备好了，只差临门一脚，就可以成为无限赛局的生命赢家。在场的弟兄姐妹，我真的也是衷心的祝福你们，就差那么一脚。
我们的社区的弟兄已经报名了，就是这一家，他敞开了他心。你呢，弟兄姐妹，你可以成为无限赛局的赢家，而不是停留在人生赛局这个有限短暂之后就没有了。今天耶稣也把这样的使命交给我们，就是有一个目标，让更多人成为无限赛局的生命赢家。感谢主哦，上主改变哈拿的命运，他也能够改变你我的命运。阿们吗？让上帝来介入你的生命当中。刚才的祷告说：主，我邀请你做我灵的主，思想、情感、意志、身体、灵魂体。当耶稣在你的生命做主的时候，那苦境就好像哈拿他要转变了。这一些的见证就是在激励我们，可能你还停留在那个祷告，还没有到不住祷告。神要透过哈拿的祷告，透过哈拿的颂歌，歌颂神，你要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面去经历。经历什么？经历我信靠他，我可以成为这个生命的赢家，我可以在人的面前抬得起头来，因为这位神是让哈拿抬得起头来，他也要让你抬得起头来。我们一起站立，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了。主啊，你可以不住的祷告。主啊，我要经历，我要你的同在。当你宣告说耶和华是我的主的时候，这些已经开始了。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手借给我了。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坚持，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来呼求我们的主名。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不缺乏。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大声来宣告说：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智慧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地球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拍手将荣耀归于这位主。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2行，我们一起来说：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再一次来，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
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在场的弟兄姐妹他们个人的磐石，他们个人的帮助。主啊，你不只是我的帮助，你不只是我的磐石，你不只是我的牧者，你要成为在场的弟兄姐妹、线上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帮助，他们的磐石。他们要像这个歌词里面说：欲求虽然有哭泣，你知道他们正在哭泣，你知道他们正在哀伤。你既然成为哈拿的帮助，成为哈拿的赏识者，成为我们人类生命赢家的那个生命的源头，延续救恩的那位主。主，你今天也要将你的恩典赐在我们当中。即使我们现在正在哈拿在那种不住的祷告的阶段，谢谢主，透过哈拿的祷告，也看见哈拿的颂歌，让我们知道，当有神你介入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改变的，可以翻转的。谢谢主，让我们用无限的思维来进入到无限的赛局里面，让我们不要遗憾的停留在这个人生有限的赛局里面，让我们有这样看见的未来，看见未来的盼望。谢谢耶稣，因为你来就是开启了这条道路，开启了我们的视野。愿你的同在带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愿主耶稣基督你丰富的荣耀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弟兄姐妹里面，开启我们无限思维的眼光，看见你为我们预备未来的救恩。天父上帝，继续用你的慈爱成为盾牌，保护看顾我们，使我们脱离这些在困苦的呼求的当中，应许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圣灵，你应许给我们就是与我们同在，明白主的真理，让真理释放我们得着自由，让我们成为一个蒙恩的子女，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Amen。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使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刚才那一首好像是让你失败的音阶，现在我们来唱一次，听好了。抓到了吗？一起来。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纵使神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是你带领着我的神。我们今天的礼拜
拜到这边，我们彼此来祝福靠着耶稣，我们得胜。对你的旁边说，靠着耶稣，我们得胜。请坐。我们的礼拜就到这边，愿主的平安与我们同在。3、2、3。嘉森，你要下班了吗？我想要试一下我那个现实的影片，好不好？好。我用那个影片档，我试一下。没有啊，我就是要那个伴奏啊，那个我把音乐插在歌词的里面啦。啊，钟佑来了，钟佑，我可以试一下吗？好，拍谁哦？我怕等一下人很多，我就不方便试。各位长老 ，Hello， 平安。对有一首，等一下哦。怎么唱呢？我是主用当给受过的人，对。Hello， 明哲长老。好，
就可以，它这个是封面，然后我暂定了之后就可以帮我切，它下一个就是影片档，就是3分多钟这样，对。可是没有声音。对，这个，对，我试一下。我觉得音乐可以再大声一点。好，可以再从头吗？拍谁？我怕我进不去。声音可以，我说我再从头。对，不好意思。对，好，我来唱一下。